台中警方查一台违规的车，这个驾驶煞停车，把门锁起来，伫车内底困。警察是烦恼讲，这个驾驶敢是身体无爽快，准备要拍破窗仔来救人，这个驾驶就开门落车咯。后来发现讲，是因为这个驾驶有啉酒，惊去互抓到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遂遇拦查，男子竟在路边停车后熄火，反锁车门装睡，任员警拍打车窗，大声呼喊都不理。因担心男子安危，警消准备破窗救人。就在破窗前一刻，他突然清醒，自行下车，浓浓酒味立即露现。经施测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第1项规定，对其处于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，车辆移置保管，驾照吊扣1年至2年。警察是伫拍窗仔，也毋过这个驾驶嘛是目睭黑暗暗坐伫车顶。警察是真烦恼讲哦，这个驾驶敢会是意外昏迷，所以随通知119救护人员到现场，要拍破窗仔来救人。这个驾驶就随精神哦，家己开门落车，也毋过伊的酒测超标已经互依法上班咯。